小猴子在兔子家那里一本童话书，觉得太好看了，就一直不想还。兔子家没办法，便把小猴的自行车借走，也不打算归还。为了不让小猴发现，兔子家还偷偷地把自行车藏了起来。几天后，小猴不见兔子家来还自行车，这才想起了没还童话书。于是，小猴拿着书去向兔子家道歉，兔子家也归还了自行车。